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。大家好，我是月亮阿嬷，我是阿珍阿公，同齐来听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，了解村。咱前几集拢是咧讲宣教师的故事，但咱要来讲台湾近代画家的故事。廖继春被称作是色地的魔术师，大家拢对伊的作品色地看出台湾味，各种画图风格，伊拢袂通掌握。尤其伊对粉红色的运用，会当互人感受到伊对生命的体会。廖继春出世台中的葫芦墩，你敢知影台中的葫芦墩是伫倒位？应该是现在的丰原吧？对啦，伊的家庭在做穑，所以真善香。请问做穑甲善香是甚么意思？做穑就是华语叫做务农啦，善香就是善车，这两种的讲法拢会使。廖继春细汉的时阵，看伊的老母刺绣，用各种的色彩刺出花鸟的图，互廖继春有看到物件就甲伊画落来这款的想法。1919年，廖继春在读台北国语学校的时阵，有一摆伊伫28公园看到日本人用油画在创作，伊足有兴趣，就决定想要学油画。听讲学油画的费用袂少钱咯。是啊，伊开始拍工趁钱，请迄位日本人帮伊去日本买教材，也开始伊画图的路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，为什么会有日本人伫公园咧画图咧？伊来旅游观光吗？伊是毋是来旅游，我毋知呢。不过迄时咱是互日本统治的时期，所以有足侪日本人伫台湾。廖继春对台北国语学校毕业了后，伫美文车林庆仙女士的鼓励下，就报名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入学考试，修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。而且林庆仙女士佮出钱帮伊买较好的座位2等价的船票，毋望伊伫旅游的中间会当佮较轻松。你的意思是，伊本来无法度买座位较好的船票咯？当然啦，伊无真侪钱。当时有足侪留学生因为无经费，所以拢坐伫船的上下底。若毋是林女士，廖继春也无法度通坐2等价的座位啊。安尼代表林女士较好了哦。无错，林女士的家境真富裕。对了，我甲你讲一个因的小故事。虽然林女士鼓励廖继春去日本进修，不过这也是因讲好的，因为林女士毋望廖继春去东京学画了后，等伊毕业了后，才要甲伊结婚。廖继春到日本的第2日，就是东京美术学校的入学考试。遐尼赶，伊安尼是要安怎准备啦？无法度，这就是人生啊！伊若是即摆考无着，就爱等到明年春天才会通报名考试。毋过你毋免烦恼啦，因为伊有顺利考到东京美术学校的图画师范科。当时东京美术学校有教西画、油画甲传统的日本画。虽然学校的老师拢足严格，但是无限制学生的想法创意，也袂要求学生应该着爱怎样画。所以廖继春足欢喜，因为伊会通自由创作画图。安尼，请问这间学校的老师严格所在伫倒位啊？你知影艺术有分足侪派别风格，因学校老师较注重写实派的风格，以及光甲影的概念。这若是要详细讲哦，1点钟嘛拢讲袂了。应该是这太专业啊，所以你讲袂来吧？毋捌食过猪肉，嘛捌看过猪行路，我也是有够了解啦。我来讲我分你听。廖继春开始画图风格就是写实印象派，用粉红色、浅绿色、浅蓝色做相对比的色彩，后来慢慢变做野兽派的风格。3档了后，廖继春顺利毕业，对东京返来台湾。迄年是昭和2年，蔡主管伫昭和时期去日本
东京美术学校读册的台湾画家，拢是近代相当厉害的大师哦。请问你两个问题，昭和2年是咱几年呢？草拄坎是啥物意思？昭和2年是民国16年，西元1927年。草拄坎就是华语的凑巧的意思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廖继春返来台湾了后，先伫台南中央中学、台南一中教册，一直到1944年才离开台南。这段时间，伊常常用台南古迹正做画图的题材。台南古迹色彩也正做伊日后创作的资源。亲像现在孔子庙、书法博物馆，也有一百丽音，是伫画唐德宗古园。讲到古迹哦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来台南身躯拢会痒？我毋知呢，你要讲看卖无？因为台南拢是骨质哦。我拄则讲到台南古迹的色彩，正做廖继春创作重要的题材。亲像以上有名的作品，有金蕉树的园啊，是一幅足有台湾乡土特色的作品。画就是因隔壁巷仔内的芭蕉园。这幅图有入选日本第9届东京地展哦，伫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代志。所以因厝是伫台南咯。对啦，这幅图画的时，伊就是住伫台南啦。还有另外一幅图，有椰子树的风景，以对光影处理表现出日治时期的南部风景。看较久咧，也会通感受到南部烧热的气候哦。你要看卖，这幅图的景是伫倒位？应该也是台南吧？我看伊毋对啊啦。这是高雄火车头前的景致啦。廖继春也甲伊的好朋友陈定波同齐创设赤岛社，因认为当时台湾需要新的画图运动，后来陆续组织真侪台湾画家，成立台洋美术协会。因也是推动台湾近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团体哦。伊甲这位陈定波是安怎熟识啊？因是伫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同学，毋过陈定波因为228事件来过往，廖继春深深受打击，后来靠着信仰的力量才行出来。伊也是基督徒吗？对啦，伊是基督徒。廖继春学画图的过程，对伊的教学影响真多。伊提醒学生，鼓励因自由发挥，发展出家己的风格。伊用创新的教导方式，鼓励学生成立画会。学生也会去廖继春的厝内讨论创作的理念，这拢对台湾现代艺术有真大的贡献甲帮助。毋限定有创新的教导方法，伊本人伫画图顶面也有继续追求进步，常常去国外看画展，接受西方抽象化的风格。搁转换发展成做伊画图风格，伫色彩的顶面运用愈来愈激新大胆。画无济廖继春将心情拢藏伫作品的内面，后期的作品已经无阁是画得有成啊无，因为伊讲过，现代艺术上重要是透过作品来表现家己的想法、意念。互欣赏的人会通有水的感受。听起来，廖继春真正是一位足厉害的艺术家。伊毋但是家己的作品真出名，连伊教导学生的方式，拢对台湾的艺术文化带来真大的影响。有机会一定爱去欣赏伊的作品哦。下一集咱要讲起纪守祥的故事，伊是一位对瑞士来的神父哦。爱会记得订阅，并且开铃铃哦，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。月亮阿嬷、阿俊阿公，祝你平安。